阮场要收哦，咖啡机啊，咖啡机啦，一台意大利的，一台日本的，一台美国的，3台。是口味无共嘛？无我跟你讲，这台是胶囊的，这台是咧加豆啊的，这台是咧泡粉的。啊，有分安尼哦。咖啡买到3台啦，安尼有法度伊无啦？你有法度无？生气，你真正会生气，你真正会生气的。慢慢来，慢慢，这是公司吼，这是有水准电视台。来宾有啥物较激动的所在，无代表本台立场吼。为山，为水，为玲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孟恰恰。感谢大家一直花，每一个人拢富贵荣华。是啦，哎呀，欢迎咱全世界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咱华人世界朋友，欣赏咱全国上高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，上高最准的节目，为山为水为玲珑，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你好主编彭恰恰，你一定自做囡仔看我看到遮大汉，哈哈，但是我无留着。今仔日现场充满着这个祥和的气氛啦，吼。因为今仔算前汉的几时吼，单独一家伙啊，来上咱的节目。我问咱制作单位讲，按规家伙来3个，那钱是要领3分，领1分？讲领3分啦。我其实因叫咱骗去啊，伊是1分分做3分。但是除了这以外，要来了解台语的水，所以现场一定要有台语文的专家，欢迎邓安珠老师。为山为水为玲珑，合家平安人兴旺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珠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是啦，咱常咧讲迄个一句话语叫做“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有趣”。这句话迄个台语是要来讲，老师。丈母看囝婿，愈看愈可爱。丈母看囝婿，愈看愈可爱。啊，那囝婿看丈母，愈看愈悲哀。有押韵哦，有押韵哦。咁是安尼。这对下一句啦吼，家和万事兴，家吵就万事停啊。对。所以唔通安尼。照这个节目惯例吼，咱还是爱用台语来介绍吼，但是介绍咱来倒边介绍。你介绍恁囝婿。好。恁囝婿介绍恁某，好，恁某介绍恁老母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好无？来，请这个丈母先。来，大家好吼，我是奇奇怪怪的妈妈，叫做齐妈，啊，我的囝婿姓黄，黄虎一家叫做黄登辉，不是李登辉哦，是黄登辉，伊若阮家就变做李登辉啊，所以叫做黄登辉。啊，伊带这个某生女吼，爱无互阮招，来我介绍阮。你即摆介绍恁囝婿伊一寡，那我这囝婿真正牛的啦，哟，牛佮骨力，啊佮轻欠，吼轻欠佮10粒安尼啦，还当生啦。迄厝吼，人伊会当吼麻辣汤吼，食剩的南面线，我厝无南面线，两个出了了，麻辣汤南面线出了了。你意思是讲你火锅食无完呢？嘿，伊个买面线转来，佮落落个滚滚伊的。找无物件出面线尔，只有南面线。伊这安尼好啊！咸死都咸伊也法度。安尼有法度摘掉出了了，我等讲为什么像迄个鼎啊，佮有内底有面线？其实你敢若头一句学落尔呢，尾开始拢已经吹落去啊！我从学了伊足够趁钱，啊，足还蛮开钱啊，啊，所以我来甲伊斗开啦，吼，我嘛是千百个啊，我即马爱想问丈到目前为止对这个囝婿满意无？有满意啦，伊最近佮加请一张卡我用。哎，
当时穿的我。人客啊，你生几个？我生两个一对，生两个就去用离婚去啊啦。无，你的代志，咱等下再讲。好。查甫会对你的身躯边嘛？有，伊是细汉出世嘛，拢对我，到高中较去台北读册。安就唔对啊咧。你开恁囝婿，免开恁囝哟。无啦，较讲嘛开囝婿的，囝较贵的，我无记笑个。骗内孙拢免钱，拢倒贴的，无孙拢爱甲伊算哦。你嘛该小学落者伊优点，互阮了解一下。啊，我优点就真正哦，袂计较啦，啊，就是要伫厝吼，拢食菜尾啦。哎呦，啊哦，听到目屎拢流落真来。诶，食啥样？啊，逐家要食饭，伊某就家己啦。啊，加早我这场，我叫你泡一碗面食。啊，若无啊，连泡面啦无啦。这我想讲偌好去煮一碗面，就是泡一碗面。这点是一个真开朗的人啦，吼，无问题。来，咱即摆请这个男主角介绍恁某。哦，阮某真正无话讲，因为伫咧吼，我伫咧我啥物拢毋是无人捌我的时阵，伊就伫咧我身躯边甲我照顾，就伫咧一个风雨交加的暗暝，我明明就有怪奇怪，嘛是有心啊安尼，结果就造成一个人命的出现。结婚了后，共款嘛是拢无啥物工课的，但是伊拢对咧我的身躯边甲我照顾。我若捌倒枵，伊就会煮饭互我食；啊，我若寒吼，伊若看我穿了无水，就会去帮我穿一寡衫互我穿。虽然讲伊穿的嘛，毋是讲介好看。啊，伊若看我欠衫，伊拢会想办法，就变成，互我变成一个，我若嘴巴开到有物件通好食，我若手伸出来到有茶通好啉的一个足幸福的人。哎呀，我所有的工课，拢是伊去甲人算高情吗？嘛会当安尼讲，因为我是一个袂去甲人应酬的人，所以我敢若会晓表演，我敢若要做我家己应该做的工课，但是叫我去人讲，你互我演这个戏，还是讲你互我主持节目，还是你互我创啥物？我感觉安尼足奇怪，人要找你就要找你，人无爱找你就无爱找你，但是阮某拢会偷偷啊，我甲讲，你莫去共迄落，共拜托啥物工课免，人若要找咱人就会来，但是伊拢会偷偷去人拜托，然后伊拢会。伫咧我后壁做我上大的靠山，所以重点，因某拜托着人，拜托着伊啦。迄届网咖会当拍代志有一个，恁大家拢无了解的情形，就是其实我去试镜的时阵吼，去用拍枪，阮某足紧张的，伊感觉这是一个好的机会。就等，网咖迄有5个组合嘛？嘿，啥物2、7工的？两七天，阮景天，大都去读乱对无？暖7天。景天啊。嘿，伊迄算外念的大姓。大名，迄是大姓啊。对咧，阮文少吼，较早迄景天，洪小月，洪小月，蔡昌宪，蔡昌宪，迄个对。赵又廷，赵又廷。你什么物件要甲遮4个徛做伙？我看到因时我嘛错一个啊，因为我当做是去演一个偶像剧安尼，我毋知是电影，你知哦？哟我一记面看到因坐咧遐时，我嘛惊一跳。哟，系啊，第一届无过，第一届伊讲我伤老，阮这是要演迄个少年，阮要演高中生，对位吗？都毋讲我伤老，阮要演高中生，你这阿伯来创啊会安尼？对位像你讲，导演就是阮师傅，哦，要伊个名，牛成哲，牛成德，迄个读德，牛成德，对伤老啦吼伤老。阮某就开始哦，足紧张的安尼，然后伊就讲我伤老啦，啊无够大箍啦，敢会当为着即个戏食较大箍的安尼？啊，我搁伫遐考虑，系啊，啊，阮某我就去用拍枪，当来阮某逐工饲我食宵夜，带我去加头毛，开始用伊所有的关系，熟悉到迄个讲，看会搁互阮囝，唔係阮翁，一解试镜的机会安尼。是啊伊伫甲我饲哦大箍，甲我用哦少年，伊就口号顺嘛卡，碰恰恰嘛卡，会当卡有关系拢卡，结果真正有效呢，有第2届试镜的机会，一去啊就看我，哎呦，这阵啊敢若有足认真食的，腹肚就先试落，试着油啊，一蘸油，笑一个，
有一个神秘的笑容，笑了行出去。恭喜你，因为这个角色，因为你太老，所以改名改做阿伯。为着我，搁改名改阿伯。所以网咖这阵电影员讲是你一个改变的真大，算是一个互大家八卦，然后我真正学着表演的一个作品。但是我对你足怨叹的。哎，那样呢？公司，嘿，公司有一出这个电视电影《对对对。龙珠丹辉》，哦，伊演男主角，对，我演因老阮爸爸，来，安尼定妆嘛。嘿嘿，第一讲就是爱讲我，因为我演你70几岁老爸也是安怎嘛，啊，就一个穿乌衫来伫啊，就化妆师伫啊咧画，伊咧化妆师伊就问讲安尼有成无？伊就讲这边佫感觉色假挂，过来讲安尼有成无？目眶啊佫小较红一丝啊，过来安尼有成无？迄个下頦啊较白小挂，画足久诶，我到底是演啥？演尸体。你手抓有无？迄故事太感人呢。你是我第一部，我就演尸体，我演你老爸。啊，你是一个灵魂的人物，你若无这个尸体，无后壁这个足有效的囝咧找老爸的一个过程。好，你即摆介绍你无互阮真感动，因为着你的前途，世界共拜托安尼我了解。但是即马麻烦你讲恁场。哦，阮场哦夭寿哦。我毋捌看过人遮爱开的啦，奇怪，伊哪会看到啥物拢要买哈？电视演啥伊就买啥，行过路边啊看到路边摊卖啥伊就买啥，伊毋管想尽办法，就算讲行过一间迄个卖厝的，无入去看看，迄个卡摕就愈咧，就要人买啊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感觉电话一直激动起来，讲话速度加紧，这是情绪发挥才继续。好，伊就爱开就算啦，伊会，比如讲，伊买一个迄个鞋啊。哦，啊，就讲红色的、青色的、黄色的、啥物色的，嘿，啊，泥片啊，台语免哪讲，泥片啊，奶沙啦，你讲内衫就好啊，内衫嘛惊奇怪，你两个要讲零配啊，内衫嘛真奇怪，啊，伊嘛是买，啊嘛是买红色的、青色的，伊就是拢会可能一礼拜要换一色的款。啊，奇怪，伊买较济色啊，买甲较济鞋啊嘛，就是伊也毋是加工啊啦，伊鞋啊百外双啦。啊，买甲较济拢定价哦。啊，佫有一工向用发现讲，伊个鞋啊买当下放足久的，啊生菇，买甲袂紧。嘿，毋管啥物物件嘛是，啊连冰箱嘛，啥物拢会崩去安尼。阮兜啥物物件拢会崩去。就是贵量啊，对，贵量，敢若咖啡机啊、咖啡机啦，一台意大利的，一台日本的。一台美国的3台，是口味无共啊，无我跟你讲，这台是胶囊的，这台是咧加豆啊，这台是咧泡粉的。啊，有分安尼人哦。家比买到3台啦，啊你有法度伊无啦？你有法度无？生气，你真正会生气，你真正会生气的。慢慢来，慢慢，这是公司吼，这是有水准电视台。来宾有啥物较激动的所在，无代表本台立场吼。阮兜咖啡机的，伊过去便利商店7-Eleven，伊过去7-Eleven，佮寄杯，寄100杯呢。什么意思？迄店啊，拢会当寄咖啡啊，拍7折啊。拍者，即摆你发现？第二杯半价，对。啊，伊就讲安尼半价好。这安尼袂使互伊了去，我要来寄杯，我寄100杯，伊就买50杯，寄50杯，总共100杯，啊，嘛是欠啊。系啊，安尼欠掉。100杯，我毋过厝已经有咖啡机啊。对吼。嘿。系啊，3台呢。你即摆恁厝搁欠一项，欠店员，有欠店无？我会使去应征，无要紧。还有迄优酪乳精。贵顶高，优酪乳机。系啊，伊拢讲惊死啦，惊中毒啦，拢甲你讲嘿，买这钱吼，家己倒来用啊，啊，较袂死啊。我即摆哦，几岁啊？要60岁啊，那逐工拢安尼啊。我甲你讲，啥物死人骨头机拢有的。啥物摇摇机、跑步机啦，啥物嘿啦。哦。恁兜是住城堡的。重点阮兜做好会去噶。咱两个算有熟啦。你即摆我甲伊头问，我爱你甲我头讲。最近想要买啥物？真诶吼，会使讲哦。讲啦，即大家做政治啊。讲看卖嘛，咱再来投票嘛。因为厝我已经买了啊。买厝？你唔知影哦？你叫买啊？听买伫倒位？伊台北路有一个10几万的，我真正付袂出来，我去甲退掉，伊怎
一气之下，高雄搁买一栋550的啊！什么？厝买好啊，即摆想要买车，车我唔敢搁讲啊，已经买路的啊，买路好使互你买路互你使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伊迄阵啊开车开过雄雄，我讲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车遮烂哦，我载恁囝上课，我无安全的。你爱买一台啊吼，迄个免路我开，安尼载恁囝较安全。嘿，所以伊就改改。对啊，对无？了解，辛苦了。没啦，无关系啊。好来，等下，搁最后等下。讲。我唔捌洗目睭看无毋捌看这对翁仔某无10档来，毋捌相骂，我10档拢甲因大，无咧相骂哦。哦。哎，我连你都无爱骂，哪讲骂阮某？有时我会感觉啦，是吼，伊的个性，伊有法度压过电费啊。真的，我大家拢叫啊，你某你也唔甲拍啦。今仔日吼，但是到遮来啊吼，咱安尼啦，这家伙啊有啦，若要做法咧，可能要做1个月做袂煞。本来是要考台语，咱小改一下吼，咱先来进行这家伙的故事吼，来俗语讲了好。伫一个英英无代志做的下晡，哇！这个黄甲自家伙来到这个大卖场啦，吼，夭寿哦！大卖场呢，吼，黄甲呢，煞来发生什么代志呢？咱继续来甲看落去。叫着一个，摊掉啊！这布丁是谁无食完？哦，叫着钱，搁食着一个剩的布丁，真欢喜。啊，毋过，阮丈伊等下要来踅街啊！你敢知影伊踅街有偌恐怖？真恐怖！来，买衫吼，水哦。哦，你来啊哟！哎，爸爸，你看哥哥伊啦，爸爸，哦，你头拄都无爱甲我叫，啊你头拄，我踅去一个，你去边啊，看要创啥？哦，你去踅，你嘛去踅。好啦，啊咱我外口等你哦。莫别走哦！好啦，知影。啊，水，来紧好，水，来，找人直接上好看。哎，行啦，走啦。袂使啦，袂叫了。听讲我这个竞赛哦，我要带我去巴厘岛。巴厘岛听讲有海边哦，我若穿这领哦，哎呦，哇这阿东来笑死我嘞！这无适合你啦。我适合无？哎呀，这穿到你身躯都散呢。哎，这位美丽可爱窈窕的小姐，我跟你讲，你来阮这店就对啊。我遮什么款，大行型，你是要2折的，是要几折的，还是要2点的拢，莫讲啦，你穿这，莫讲第2寸啊，第3寸、第4要几寸有几寸啦。真的呢，我拢无穿，就是拢无穿到这束衫啦。水啦，下你摕个赞的赞。头家人老师讲的是这无适合你啦。喂，这无适合你啦。叫恁母啊，莫搁买啊！袂使啦，我村拢伫遮咧。是啊，你踅着阮母啊，这伊闹着伊创经点无咱头家我有第7寸、第8寸的。对，你真正咱讲有够好，咱讲真经，这书你经了就对啊，这有够俗的啦，这经过或者无经过海关的啦。真的哦。我直接有外裤安尼，我甲吐的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你来咱有缘8万就好。哦，修行啦，这8万修行啦。你若要我早起哦，通在原地啊，紧来走啊，紧来去，紧买啦。这无适来合。厝无唱歌，你莫白唱啊！你管的哦。哎，8万伤喊啊！我知影，你想要买比基尼对不？我早就给你传好啊，2点式的，上下节。真的吗？我这个太友好的竞赛了哦。
这头家想下嘛，卖到8万。是啦，这进口的，这物件我给你传好啊啦。你无得看啦，我咧讲。来，今年吼，今年白色的吼，哦，我水，水足久的来。就适合你来，我给你啊！下。我给你下。就适合你今天比基尼，哦，这穿来我是白色的啊。你去游泳拢袂落啦，这个量没看我安的对吧？啊，顶头这只伫遮，我拢穿好啊，来。哦，你像这上朴素嘿，这比基尼就是要有4000带嘛，来，我给你穿。这厝较碰较适合。来，4000带，我给你穿起来，来。这啦，最好啦。哇，赞呢。嘿啦。没爱啦。 4000带，4000带，来，安尼就有4000带啊。安尼好吗？安尼啊，足水的啊。哎，啊，但是这2张要穿起来，来我来下穿。没，安尼别讲咩嘛？别讲咩嘛？你哪会变安尼啊？啊，我安尼辛苦赚钱，我安尼辛苦赚钱。我甲你讲吼，我吼，甲带3个囡仔，6点就起床啦，6点半煮饭7点，就爱送第2个去，第2个爱送去读册到9点嘛，9点爱送一个第3来个爱紧去菜市仔买菜，菜市仔买菜，佮紧煮饭，佮紧煮中昼顿，3点。 1点爱接恁囝，3点爱接恁第2囝，4点爱接第3囝，哈！好，头家，我台北的。头家，等，头家帮我包起。包起，谢谢，哇，这人真正好，包起。安尼算啊，法度。包起来吗？包起。好，好，紧走。人客来看我们这边卡拉 OK 机哦。卡拉 OK 是什么机无啦？来哦，相机海里对，哎呦，你那人客你来唱歌也好啦。真的我哦。甲你讲，你甲看我的身材，哦，你甲看我的身材就甲知，你看你这点吼，甲你准落就会变到足大声，这台足好用，你看。哦，有啊，有厉害无？有啊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拄着我，算你好运。真的。你买这台，后面仓库迄10台，手刷拢送的。等下，袂使10单嘛免阮兜足细间的，无要紧啊，阮兜就是无所在通好囥。搁买一间厝啦。无。人客搁买一间厝啦。无所在，而且我嘛无钱啊，我嘛无钱买。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山顶吼，我咧唱歌，搁甲叫者，搁我咧念菜遐叫做者，啊你阿哥遐你一台，钱足济，你钱足济，拢坑人遐。无今仔日趁着买一送四呢。嘿啊，买一台送。真正无度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等，我跟你讲。我讲啊，我偌可怜呢，若讲到这口罩吼，我浪费我的青春。我本来当吼，像头家讲啊，7春、8春、9春、10春啦，即摆拢无半春，拢春嘞，拢春伫厝。拜托的嘿，你30拢领奖金呢，过年嘛领奖金，迄落清明节嘛要领奖金，端午节嘛领奖金，啊，讲好一年出国1届，结果你1年出国3届，哈，过年爱包红包了，不讲爱年终奖金，哈。卖买啦，莫白买啦。真是有影咧！啊，我为着要省钱，我拄仔捡到1块欢喜价，啊，人食出的布丁我嘛食落，啊，你那3粒白买，对唔对？哎呦，笑死人！伊省钱是应该哦，但我是花要花的啦，我爱尽量开啊。我袂使开好了啊，开得要了啊。好啦，剩1点仔你若真正要爱吼，等时间到时我再烧10台互你。买啦，我要买啦。哦，卖买迄啦，我要买啦。你莫一直甲黄丁辉讨钱好无？安那害我离婚要安那啦？啊，搁加啊，愈加愈好。你莫白讲啊！哦，恁这句话要搁弯啊啦，吼，我实在是听袂入去啊。四位太太，拄好叫你小姐，我即摆叫你恶送。你有这个竞赛吼，就足好呀。你安尼一钱，你甲讨钱，你这基本就是甘蔗归残波。还有第2句俗语，吃了。我
带囡仔，你敢知影？压力偌大的，互我笑一个是安怎啦哈？我逐工在笑。真正就无钱啊嘛，你卖买唔好买啦。对啊，人我妈妈讲啊，人袂使讲无钱，我无钱一直讲无。你逐工哦，我足好个，我足好个，欢喜。唔是你的钱，拢是我的钱啊，对唔对？我袂甲你开价了，我的钱。啊，我已经互你薪水啊哦，啊，你过年过节搁要我摕钱，对唔对？哦，生日嘛爱有啥物生日的奖金啦吼，啊，过年吼爱包红包，包红包爱年终奖金啦。你打着金马奖啦、金曲奖啦、金什么奖？你即摆是要得金诞生奖啊？是不是？啊，袂这是安怎呢啦？我都无所在啊嘛，厝诶都无通啊囥10台嘛。没有这么多，真正无多啦。你卖差好不好？好啦，我甲讲，你若真正要买吼，等时间到吼，我再收10台互你啦。嘿啦，有小就好啊。哎呦，人客啊，你啊看这对翁仔某啦，哦。是为恶送，我拄仔叫你小招，我即摆叫你恶送，我实在看无落去啊。我咧对你设计开始安尼看，你直直甲恁囝使买啥推，咱以后都收用收的，真正收着的，一定收的对，会使收别装、收书，车阁有司机呢，阁有需要人互你嘛，对毋对？你按这叫开钱，特别钱地钱，你根本就是囡仔人食甘蔗，拍破啊！介足歹演的呢，你拢歹照剧本呐，我唔知你应该说是够歹演的。这免剧本啦，重点是。拄则安尼搬，这个场一直叫囝仔开钱，看到啥买啥，咱拄好听到两句小句，第一句叫做甘蔗龟长煲，对不对？第二句叫做囡仔人食甘蔗。请问赞成第一句甘蔗龟长煲，举手。三个拄好好，你手真棒。所以你凭4票是叫做囡仔人食甘蔗。好了解，定位啊。你认为是咱是叫做甘蔗龟长煲？啊，就全部拢甲吞落去啊，哦拆食落腹啊。啊，我是感觉迄囡仔人食甘蔗吼，因为囡仔人吼，乌无两喙就配掉啊，应该是讨债。太巧，加迄种开足济吼，后落底无共款。你嘛是这意思？对，因为甘蔗吼，正常袂规张拢食落，啊食落都是食够，食人够，食够。合理啦。巧，场这边无成年是囡仔人食甘蔗。请问你的意见是安选这个？我无晓得甘蔗几张煲呢，上少我有吐一点仔出来。意思又推甘蔗铺啦。对啊，对。你够有村啊，无规张食咯。甘蔗规张煲，啊，为讲甘蔗规支客吼，其实伊的意思拢是安那，无赞无赞啊。因为咱以早咱咧教囡仔吼，拢讲安那，甜惊死，放惊飞，所以有时候要安怎甲代志处理好势，分寸哦，做歹准则。所以咱以早咱食甘蔗，咱会晓先快哦。一站啊，一过一过再来刻，啊刻着火北的时候，咱就甲它淡掉。不过伊迄是甘蔗规张煲，迄个是安那无赞无赞。啊，像这种场吼，安尼钱一共开，虽然讲有春挂啦，不过讲实在吼，拢才开啊要了去。啊，另外囡仔人食甘蔗，这是讲咱早期吼，迄种甘蔗的时阵吼，拢会用5分仔车咧载。啊，咱细汉时阵吼，物质欠宽吼，较散，所以咱会去共抽一支嘿。啊，迄时阵无刀啊，拢爱用喙去压。啊，压落来时阵吼，讲实在，你要压迄皮，迄旧时甘蔗嘛是怎压落去。所以囡仔人食甘蔗就是啥，你配足济，毋过剩落来足少，所以叫食少配济。就头讲的啦，讨济人的面啦。所以甘蔗规张煲甲甘蔗规支客，迄是无赞。啊，若囡仔人食甘蔗，迄是食少讨济人的面。所以人讲照头啊表现出来，这场应该就是两种拢有。好啦，甘蔗规张煲。要对唔对？指挥师了解两句小句意思，拍鼓励，谢谢。讲一家伙温暖，小好伫拄啊遐，希望演煞，恁的嘛以后拢无这代志，好，大家互相照顾安尼，好。即摆要来考验三个对台语了解程度。哎呦，今日题目叫做咱人
人体部位，要有部位啊，吼，不管你心嘛好啦，目睭啊，什么拢无要紧，会对应的词，譬如讲，我讲嫉妒，你会讲目孔赤，哦对吧？酒哎，嫉妒就是目孔赤嘛，要有器官伫内底。哇啊，准备啊哈！哇，我说开心，我讲喙切目切，停，有无？嘴喙开心嘛，嘴这目喙切目切。你一规面安尼，牙牙即嘛是，干嘛就难呢？袂啦，黄家了解袂？我了解，我了解，我了解。以你的聪明，我了解，有你得奖诶。唔卖安尼讲，卖安尼讲。对，我入围编剧，我也要得奖。好了，卡嘞。耶！我说生气啊，我讲规巴都会。哎，注意啊，这是公共电视台有记者的电视台。我说忧郁啊，我讲摇头甲面，对咩？面就绕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没问题。我说得意啊，跳尾追，跳卡车。那我都哎，你讲我说什么？我说跳卡车。嗯哼，我说得意啊，我说跳卡车啊。是呀。来哦，我说不知如何是好。唔知要安怎哟，唔知要安怎，我说头壳毛咧烧啊。是呀。我说悔恨呐，悔恨哦。我讲最心肝，哎呦，好强哦。水，跳会，捌听对无？恁人对你的作为，是一对，一对。一对，不是我对。去卖走人进来，好来，我说忍耐，我讲，今晚是啥？忍耐，我说忍耐啊，喙齿搞完，牙齿筋搞完，牙齿筋搞完，袂讲喙齿啦，讲会讲牙，老师对吧？讲牙齿筋对吧？对啊，啊嘛当讲吼，我在心底，啊笑笑陪人泪安尼。我在心底，哎心在哦说对，小男的，好，了解哈，就难。是什么人在画肖男呢？肖男呢？来，我说狠心呐，很心，我讲心肝裂怀，瘫怀。所以心肝了瘫痪。哎呦，咱那个工会有一条歌叫心怀手软，是吧？心怀手软。来，很难的嘞。我说不爽，我讲红会，不对，我讲会，你拢要讲咩袂当？我这都丢啊！你点下忽略去，你讲生气嘛？不爽。我讲卡庆恩，庆恩，庆恩敢会过？是啊，卡庆恩，查个庆恩变足生气的。哦，起毛摆，起毛摆，哦，摸嘛，摸嘛，伊无无啦，加啦。你是起手摆吧？好，安尼过来。我说紧张啊，紧张，这就简单的呀，对不？紧张。手咧哎，这种卡手出来，卡要手要皮皮出嘛会过啊？哎，对，紧张嘛，还是心丢比比出来，丢嘛，来。我说惊吓，我说，看我说啊，心肝丢一个。心肝丢一个，有真济解说啦吼，看到水嘛是免讲啦吼，老师。对啦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对。心肝丢一个，来，人生说文真趣味，这首真简单，这首叫做跋筊。哦，当然是更难卖跋筊啦，因为跋筊，无人跋筊赢去吃啦吼。所以，定位啊，你无跋筊嘛？叫若无半袂开。我这个人，我唔知，我即马跟人，你唔知哦？我感觉最奇怪，比如我跟人跋筊，我跟人拍麻将，啊，我即马连庄无，我会歹势教。
哎呦，哎呦对啊，所以我就我尾也都不会啦算。我有一届连总连甲连死，我家己放掉，因为我惊我教落人会感觉足艰苦的。啊，会少者少者。我尾也都拢无，我都不爱算。喝咖，哎呀来，你念一遍，我们听看卖。哦，开始。暑假无衫，搁无裤，三顿无米通好过。哎呀，这米啊，米啊，有无米啊？米米啦，米无米通煮饭啊，哦，毋是米啊，米哦，无米。三顿无米通好过，互囝害甲遮艰苦，枉费互咱做查甫。若迄个囝若无半人中户老实。囝若跋着人糊涂，想到今日变无步，互囝害甲面煞乌。是，哦，袂歹哦。这就是咱大家查甫人吼，千万唔好安尼犯错。哎，吼，你是查甫人，你要去照顾熬买物件的人，但是阮中真爱播呢。梗爱播哎，吓。你爱好啊，甲这甲教会晓。无啦，哎，无，无啦，无甲大只啊，无。无啦。啊，恁的有啊，恁等等都解决嘛，谢谢。老师拜托你，揾一个正确的去吼。暑假无衫，搁无裤，嘿，三顿无米通好过，耶，互叫害甲遮艰苦，嘿，枉费互咱做查甫。叫若无跋人中户，嘿叫若跋着人糊涂，想到今日变无步，嘿，互叫害甲面煞乌。哇，各位谢谢老师。所以叫唔通跋，先跋你就袂快活。各位亲爱的同学，听起来。最后，咱不但念爱谨记在心，现在提供观众朋友大家小记一下，请了老师。暑假无衫，搁无裤，三顿无米通好过，互叫害甲遮艰苦，枉费互咱做查甫。叫若无跋人中户，叫若跋着人糊涂，想到今日变无步，互叫害甲面煞乌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后回再继续收看《为山为水为恁努力》。我感觉以后吼，拢爱甲阮孙仔讲台语，台语足重要。对，嘿啊，我大概吼，若有来遮吼，拢会学着，我拢感觉家己台语足厉害。其实大家遮才感觉吼，就是台语咱袂晓。真的。而且吼，台语伊的口音上重要。咱拄啊碰过讲啊，一句话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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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抖音啦，嘿啊，来到遮真正拢上课对不？所以我感觉这节目吼，会当互大家吼学足侪台语哦。嘿，所以咱要准时收看《画山画水为您乐。